外交部明年度预算阁要增加，不过这立法院的预算重新是认为讲，咱台湾最近这5年的邦交国数量减少，而且甲咱支持的国家嘛无较济，所以希望这条预算阁爱集中。伫社群平台发文讲，正伫到波兰的行程中，外交部长林佳龙受邀请参加第12届华沙安全论坛，要以中苏全球民主供应链为题发表演说，希望未来台欧合作更加紧密。正拄到联合国大会总辩论进行期间，友邦是继续发声支持台湾。Taiwan's contributions in public health, technology, and disaster response are not partisan. To keep a door closed and cooperation in these domains is to take a risk the world cannot afford. Tuvalu holds the strong view that the UNGA Resolution 2758 does not preclude Taiwan's meaningful participation in the UN system. 搁再讲到联大第2500号决议无排除台湾参与联合国体系，虽然已经有8个邦交国呼吁联合国应该接纳台湾，不过立法院预算中心最近指出，明年度外交部主管预算编列415亿。比今年度对交预算进程增列109.2亿，不过咱国近5年邦交国数量是下降，而且国际组织内底支持咱的国家数也无明显增加，认为经费资源无法度有效转化，提升咱外交地位，应该就源来考量。这个外交部在一直提倡着在外交的一些这个能量跟能力，但是问题是我们看不到成绩啊。那请问一下，预算增加何来有之？用邦交国的数量在衡量我国。包括外交部同仁在外交上的努力成果，这是非常非常的落伍的观念。知影立委强调，立法院会开始监督预算，也未指导立委认为讲，对着中国一直打压，外交经费有所调整是合理的。外交部官员是讲，两岸外交预算差8倍，咱阁有必要强化这个外交能力来应对。希小弟立法院审查时会详细来说明用途。记者郑华报道。